2025年9月嘅香港，連日陰雨籠罩維多利亞港，好似連上天都為一位昔日巨星嘅隕落而垂淚。曾以再見艷陽天中方可蚊一角攻遍亞洲嘅亞視一姐鄭秀文，近日被捕因前夫林國雄嘅財務騙局徹底破產。據法院披露嘅破產申請書顯示，呢場持續28年嘅婚姻，竟係一場精心設計嘅資產收割局。林國雄通過假破產、真轉移手段捲走超3000萬家產，更被目擊攜巨款與新歡定居加拿大。而家63歲嘅鄭秀文，蝸居於大埔區一棟樓齡逾30年嘅唐樓，鄰居透露佢每日凌晨4點便喺陽台焚香拜佛，口中喃喃贖罪，精神狀態令人揪心。呢件嘢比 TVB 劇集更狗血嘅現實悲劇，正撕開香港娛樂圈最血淋淋嘅傷疤。時間倒返1983年，24歲嘅鄭秀文已係亞視當家花旦，憑《俠盜風流》、就雨中的陽光等劇集成為香港首個歌氏雙棲嘅千萬富婆。據亞視前監製李添勝回憶，當年佢嘅片酬係每集5萬港元，廣告代言費突破100萬，連蔡少芬都要叫佢一聲姐。然而呢位熒幕上嘅穆桂英，卻喺現實裏追喺名不見經傳嘅演員林國雄手中。佢哋係喺新變色龍片場認識嘅。曾與鄭秀文合作1號皇庭嘅馬浚偉透露，林國雄總喺收工後俾秀文姐遞熱咖啡，話拍夫辛苦，唔好累住。呢種體貼好快擊中咗鄭秀文嘅軟肋，佢自幼父母離異，極度渴望家庭溫暖。1983年，兩人秘密註冊結婚。鄭秀文不顧母親以斷絕關係相逼，甚至偷出戶口本完成婚禮。佢當時話就算佢窮，我都養得起佢。妹妹鄭嘉玲曾喺採訪中哽咽，而家睇嚟，佢早就被 PUA 咗。婚後，林國雄迅速暴露真面目，先係以體諒妻子為由退出演藝圈，轉而審迷佛法，整日喺屋企念經打坐。鄭秀文為維持生計，產後僅3個月便復出拍夫，卻唔知丈夫已開始佈局吸金大計。1995年，林國雄以投資房地產為由，騙取鄭秀文及親友1500萬港元，資金全部流入某空殼公司。2001年，佢又謊稱與僧人合作建佛教大學，索要1000萬港元，實際用於個人揮霍。最狠嘅係2008年金融危機，鄭秀文密友透露，佢話一齊跳樓算數，結果自己偷偷買咗人壽保險，受益人寫嘅係新歡嘅名。2011年，林國雄以投資失敗為由向法院申請個人破產，但據香港破產管理處內部文件顯示，破產前3個月，佢曾向瑞士某銀行轉賬800萬歐元，約合7000萬港元。轉賬記錄顯示資金最終流入溫哥華某地產公司賬戶。更係巧嘅係，其名下位於半山區嘅豪宅，早在破產前1年便以代持形式過戶俾某空殼公司，而該公司董事竟係林國雄嘅遠房表弟。呢根本係預謀已久嘅資產轉移。香港註冊會計師協會主席黃偉明分析，林國雄利用香港法律漏洞，通過離岸公司、虛擬貨幣交易等手段，將資產洗至海外。而鄭秀文作為共同借款人，卻要承擔所有債務。據統計，鄭秀文目前負債超5000萬港元，包括銀行貸款、高利貸及親友借款。其名下3處房產已全部被拍賣，僅剩一套30平方米嘅舊樓用於自住。而林國雄喺海外嘅生活堪稱奢華。私家偵探提供嘅照片顯示，佢喺溫哥華富人區擁有3處房產，其中一棟佔地2000平方米嘅別墅帶私人泳池同直升機停機坪。更諷刺嘅係，其社交媒體照片中佩戴嘅百達翡麗限量款手錶，與鄭秀文2010年丟失嘅傳家寶高度相似。塊錶係佢阿媽留俾佢嘅。鄭嘉玲怒斥佢連呢種嘢都偷。鄭秀文嘅崩潰始於兒子林尚志嘅醫療費。2023年，14歲嘅林尚志被診斷患有嚴重自閉症，需長期接受行為治療。據治療師透露，林尚志因長期目睹父母爭吵，已出現嚴重社交障礙，
甚至會自殘。佢總話爸爸媽媽唔好嘈㗎。鄰居將太太抹淚，有次睇到佢蜷縮喺樓梯間，手裏攢住一張被眼淚浸濕嘅全家福。為籌集每月5萬港元嘅康復費用，鄭秀文不得不復出接演低成本網劇，甚至被拍到喺銅鑼灣擺攤售賣自製香薰蠟燭。佢總話再堅持一下。有人透露，但前夫從未俾過1分錢，連兒子嘅生日都唔問。更殘酷嘅係，林國雄嘅胞弟林國輝近日被捕喺澳門賭場欠下巨額債務，有知情人士猜測，呢可能係林家轉移資產嘅另一條暗線。鄭秀文與妹妹鄭嘉玲嘅決裂，係呢場騙局中最令人唏噓嘅章節。2015年，鄭嘉玲喺社交媒體發長文揭露林國雄嘅惡行，佢以姐姐嘅名義向親友借款，甚至騙走阿媽嘅治療費。媽媽臨終前拉住我嘅手話唔好俾個混蛋再害你姐姐。據鄭嘉玲有人透露，鄭母2012年因癌症去世前，曾立下遺囑將所有財產留給鄭嘉玲，原因係擔心大女被林國雄騙光。而鄭秀文卻因此與妹妹斷絕聯繫，至今未出席母親忌日。佢就好似被洗腦咗咁樣。鄭嘉玲喺採訪中痛哭。我話林國雄喺轉移資產，佢罵我挑撥離間。我話兒子需要治療，佢話呢係我哋嘅家事。而家好啦，屋企冇咗，錢冇咗，連兒子都毀咗。鄭秀文嘅悲劇喺娛樂圈引發連鎖反應。曾與佢合作穆桂英嘅演員馬浚偉喺接受採訪時欲言又止。秀文姐係個好專業嘅人，但感情嘅嘢，希望佢可以挺過去。而亞視前監製李添勝則直言，當年我就勸過佢唔好㗎，林國雄根本配唔上佢。佢非話佢係上帝賜俾我嘅禮物，而家睇呢係上帝賜嘅炸彈吧。更耐人尋味嘅係，林國雄嘅胞弟林國輝近日被捕喺澳門賭場欠下巨額債務。有知情人士猜測，呢可能係林家轉移資產嘅另一條暗線。而 TVB 高層喺內部會議上警告藝人，鄭秀文就係前車之鑑，嫁人前一定要查清對方底細。香港破產管理處前職員林先生指出，林國雄轉咗個人破產與公司破產嘅空子，佢先將資產轉移至公司，再以個人名義申請破產，咁樣既能逃避債務，又能保留海外資產。而根據現行法律，鄭秀文作為共同借款人，需承擔林國雄嘅所有債務，即使佢對資金去向毫不知情。更荒謬嘅係，林國雄喺破產期間仍可自由出入境。香港律師會副會長黃國同表示，佢被拍到喺拉斯維加斯賭場消費，而鄭秀文卻要為佢嘅債務賣房擺攤，呢公平咩？目前立法會議員田北辰已收到鄭秀文團隊嘅申訴材料，承諾推動修訂破產條例，防止類似悲劇再次發生。鄰居透露，鄭秀文近年審迷佛教，每日凌晨4點便喺陽台焚香拜佛。佢總念叨前世造業，今生還債。張太太搖頭，有次睇到佢對着佛像合頭，額頭都合破咗。嘴裏仲念住求菩薩保佑佢回心轉意。心理專家分析，鄭秀文嘅行為屬於創傷後應激障礙 PTSD 嘅典型表現。長期遭受情感虐待同財務壓迫，會導致受害者產生自責心理，甚至通過宗教儀式尋求心理安慰。而精神科醫生鄭醫生指出，佢可能患有斯德哥爾摩綜合徵，對加害者產生依賴。呢係極度危險嘅心理狀態。鄭秀文嘅遭遇喺社交媒體引發熱議，井號鄭秀文破產井號，井號林國雄滾出加拿大井號等話題登上熱搜榜。網友香江夜話評論，呢比電影仲狗血，渣男騙光錢財仲逍遙法外，受害者卻要背債到死。更有網友翻出鄭秀文早年嘅採訪視頻，佢曾甜蜜表示，林國雄係上帝賜俾我嘅禮物。而家睇嚟，呢段話充滿諷刺。而林國雄嘅社交媒體評論區已被網友攻陷，
熱門留言包括軟飯男去死、還錢俾鄭秀文、加拿大唔歡迎騙子等，但其本人始終未回應，僅通過律師發表聲明，所有指控均唔屬實，將保留追究法律責任嘅權利。儘管深陷絕境，鄭秀文仍未放棄自救。據其友人透露，佢正喺撰寫自傳《28年嘅謊言》，書中將首次披露林國雄嘅詐騙細節，包括佛教大學騙局嘅內幕文件、海外資產轉移路線圖等。佢想用自己嘅經歷警示世人。有人表示，最近佢開始學習直播帶貨，雖然收入微薄，但至少能養活自己同兒子。此外， TVB 已與鄭秀文接洽，計劃拍攝紀錄片破產之後，聚焦佢鬆亞氏一姐到負債傀儡嘅蛻變過程。製片人透露，我哋將採訪法律專家、心理醫生及受害者家屬，還原呢場持續28年嘅婚姻騙局嘅全貌。鄭秀文嘅案例被媒體稱為女明星婚戀風險教科書。松流圖替夫還債到鄭秀文被騙破產，娛樂圈嘅戀愛腦女星總喺重複同樣嘅錯誤。佢哋該醒啦，愛情可以盲目，但婚姻必須清醒。而香港女性權益組織紫藤發起人林女士指出，鄭秀文嘅悲劇暴露咗社會對女性嘅雙重壓迫，既要佢哋經濟獨立，又要佢哋為家庭犧牲。當佢哋陷入困境時，卻得不到應有嘅支持。2025年9月15日，香港遭遇百年一遇嘅暴雨。鄭秀文蝸居嘅舊樓漏雨嚴重，佢抱着兒子蜷縮喺角落，用塑料盆接水。窗外，維多利亞港嘅浪濤拍打住堤岸，好似喺為呢位昔日巨星嘅隕落而哀鳴。而3000公里外嘅溫哥華，林國雄正與新歡喺別墅泳池邊舉辦派對。香檳氣泡升騰嘅瞬間，佢係咪會諗起嗰個曾為佢傾盡所有嘅女人？或許正如鄭秀文喺自傳手稿中寫嘅，我曾以為愛情係避風港，冇諗到佢係暴風雨嘅源頭。呢場持續28年嘅婚姻騙局，或許遠未到落幕之時，但可以肯定嘅係，鄭秀文嘅悲劇已為所有審迷愛情嘅女性敲響警鐘。喺婚姻中，理性永遠比感性更重要。